錄像，那個時間段經過樓道口的，除了少爺和少爺的秘書陸安安之外，只有一個人。誰呀？南宮琉璃。南宮琉璃？我查看了監控錄像，那個時間段經過樓道口的，除了少爺和少爺的秘書陸安安之外，只有一個人。誰呀？南宮琉璃。南宮琉璃？您可能忘了，她是老夫人给少爺指定的妻子的人选之一。那天就是她，和少夫人一起来面见少爺，最後，少爺選擇了少夫人。哦，这麼說，這個女人有很大的嫌疑了。是，因為少夫人在公司沒有仇家，其他的人沒有動機，只有這個南宮琉璃。哼，南宮琉璃，膽子也真夠大的了，居然敢動我們顧家的人。少夫人，事情的經過就是這樣。原來都是他搞的鬼啊！是啊，這次啊，奶奶幫你出氣，我準備以故意傷害的罪名起訴他，你覺得怎麼樣？如果起訴他，一定會傷害到傅博雅吧？我不能這麼做，我得阻止奶奶。奶奶，我覺得這個南宮琉璃啊，他一定是因為太嫉妒我了，才會一時衝動做出這樣的舉動來的。我也知道呢，奶奶您是想為我出頭，可是我覺得他太年輕了，如果我們起訴他的話，他後半輩子不是就毀了嗎？那照你的意思，那就是放過他了。景熙呀，你也太心慈手软了吧？也沒有心慈手軟，我就是覺得人非圣賢，孰能無過呢？我想再給他一次機會。給他一次機會？我們顧家什麼時候吃過這麼大的虧呀？這個南宮琉璃，真不知道天高地厚的，就應該好好教訓他。奶奶，這次的事兒，您能不能讓我自己處理啊？既然他是衝着西城來的，只要讓他離開西城身邊就好了，我就不想再追究這些事情了，好不好？奶奶，求求你了。你可是我們顧家的少夫人，性子可不能這麼軟弱。哎呀，既然你求到我呀，那我就賣你個面子吧。不過，你要去找那個南宮琉璃啊，還得我陪着你去，不然你自己去肯定要吃虧的。嗯，奶奶最好了。